娘，大将军他们追上来了！哇，我害怕！太后娘娘，怎么了？冉冉，我求求你了，太后娘娘平时待你不薄，请你放过她吧。柳儿，退下。 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请跟冉冉回宫。放过皇上，我跟你回去见将军。太后娘娘，你带皇上往山上跑，我来阻止他。柳儿，那你小心。冉冉，你可放过太后娘娘吧！叛徒，就要打死你！皇上。 人真正变得强大的时候，不是坚守骄傲的自尊心，而是连自尊都可以抛开的时候。李欢，我会等你。如果此生不行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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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皇上，你怎么变成孙悟空了？这就叫腾云驾雾！皇上，皇上，你快下来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六儿怎么跟太后娘娘交代啊？皇上，拓跋将军虽然篡位，但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呐！啊，皇上，啊，那好吧，快！六儿子，你还是那么笨。 哎，哇！哎，圆圆，快看！哎，柳儿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 这不会就是凤昭仪娘娘说的那个现代吧？啊！我是拐了皇帝到现代吗？柳儿，怕什么？抬头挺胸。 朕难得微服出巡一次，受万人敬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走，哎，皇上，皇上，这么大个家，说没就没了。 也不知道叶波他过得怎么样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。陪你看的那你还是那么美。 还是那么眼光四射，而我已经从小鲜肉变成了猕猴桃。
什么地方呀？哎呀！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是何物？怪物！天下竟然有怪物！阿皇，我的。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站！修狗碎大师！哇！嗨！美。皇上，给。皇上，你月之下，疼！哦，这明白了。哇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好了，哎，这让你当朕的贴身护卫，保驾护航。这位公子啊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福生。福生，待驾。是。你们都退下来。是。冉冉拜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您受苦了。冉冉从未想过陷您于不义，只是奉命行事。还请太后娘娘看在拓跋将军对您一往情深的份上，原谅冉冉的所作所为。他害得我骨肉分离，国破家亡。你觉得他的一往情深，我还受得起吗？拓跋将军谋逆是有违君臣之道，可是他有他的想法，奴婢不敢妄加评论。只是最近将军越发奇怪了，他时不时抽打自己的耳光，还动不动怒骂自己。奴婢想，他的内心也是极为挣扎和痛苦的。但愿他还有那天没被恶魔泯灭的良知。还是没有元宵的消息吗？好，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。逃得远远的，即便今生再也不会相见，也好过做亡国奴。我冯妙之一生经营，不仅败给了妹妹妙莲，丢了夫君，连他的国家也守不住。现在连我唯一的儿子也行踪不明，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太后娘娘，还请您好好保重。放心，一天没有元宵的消息，我死也不瞑目。哇，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！皇上，母后，太后娘娘，柳儿给您请安了。说，放下！太后娘娘，
像被妖魔困住了，他听不见我们叫他。女儿，太后娘娘，我们在这儿。女儿，朕看他并非母后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皇上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万万说不得。皇上，柳儿想起来了，皇上，以前柳儿常听冯昭仪总是说什么回现代，回现代。看这一天的遭遇，柳儿突然觉得这儿就是他说的现代。冯昭仪，冯昭仪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啊？柳儿好想你啊！阿娇，柳儿啊，父皇他突然就消失了，而且下落不明，会不会也在这里呢？有可能。冯昭仪娘娘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她要把先帝拐到她那个现代，好好的凌辱。啊！欺君罔上的妖物，皇上，冯昭仪，这要出了九错！皇上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柳儿求你了，冯昭仪待柳儿是极好的，皇上，柳儿求你了，看在柳儿的面子上，不要诛她九族。而且，如果冯昭仪说的是对的话，那么太后娘娘可能就在这儿。大胆妖孽，你给我放了我母后！不然这就诛你九族！皇上，我们小声点儿，太后娘娘可能是被那个黑匣子给困住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她的肉身给救出来。肉身，母后，儿不孝，大姐救不了您了，儿不孝，儿不孝，母后。皇上，我们一定要把太后娘娘的肉身救出来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宝宝，我家就在这儿了。现在也挺晚了，你家里人也该担心你了，快回去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送你到门口。从这儿到我家就10米，我一个人真的可以的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，记得微信我。回家就微信你。哎，出租车！记得发微信哦。放心，一定。拜拜。走了，师傅。师傅，停车！冯峰，冯峰！大人别打脸！别哭，别哭，是我。你看，是我。哎，芬妮。芬妮，不好意思啊。记者追得我很紧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见你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挺刺激的，好玩。哎，有件事儿，我真的挺生你的气啊。什么？你失踪那么久，你也不联系我，我也不看八卦杂志，完全不知道你在哪儿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这回来第一个见的人可是你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哎，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想家，想朋友了，也想回来拍个戏过把瘾。
那你听说拐个皇帝不拍的事儿了吗？叶家破产，叶伯父失踪，叶伯只好撤资了，把钱都给了叶伯母和家里人。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。那叶波呢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不过总在什么八卦杂志上看到他做头条，说他什么买醉啊、流浪街头啊，还在牛郎店打工。哎呀，你知道的，八卦记者嘛，就爱无中生有。他怎么可能去当牛郎呢？就他那身材，行了，他充其量就是只牛宝宝嘛。你别说那些好听的话安慰我了，反倒是我很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这腰好腿好精神好，吃嘛嘛香。行了，你就别跟我逞强了。李欢呢？找到他了吗？你还在等他？什么情况？车里的人，请立刻下车！车里的人，请立刻下车！你别害怕，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去看一下。喂，小美，我出事了。你没事吧？吓坏了吗？没事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啊！是我太大意，我没想到生命的路上也会有危险，都怪我。王峰，你们俩有问题。没事了啊？不是，没事了。你没事吧？你牛啊！我真没事儿。唉。是我。小心我状告太后娘娘，说你欺负人，是你的罪。是。你耍流氓啊你！苍天呐，大地呀，小柳儿的明天可不能毁在你身上！流氓，你在什么？猪猪，为什么不回复啊？到国外去读书，居然成了代购小富婆，一忙起来你就不回复我了，是不是？嗨，认识你很高兴。短短一天发生了好多事，期待我们的明天更加精彩。都怪我，是我太大意，我没想到生命的路上也会有危险，都怪我不好。好像每个人都在前进，向前望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猪猪去了国外，
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，分你回国继续发展。好像只有我还在等你。小公狗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原来爱一个人是很孤独的，但是我依然会傻傻的呼唤你，等待你回复我的那一天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过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可能在柜子里会有女人的裙子呢？居然会舍不得？难道我真的有那方面的问题？不是，我明明很 man， 怎么可能是变态或者是异装癖呢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好了，大哥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再想你皮肤又开始老化了。给我！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说。我的这些癖好，是不是跟我的病有关系？难道我真的是？你脸红了，你有反应？难道我真的是变性人？小朋友，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你们是在拍戏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剧组呀。拍戏？乞丐吧？乞丐能穿成这样？我看街头卖艺还差不多。街头卖艺？站着一身至尊黄袍，如今到了这现代，就成街头卖艺的啦。挺有意思。看什么看？大胆刁民，还不下跪！自乃95之尊，还不下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嘲弄皇上呢？岂容你们这些刁民嘲弄！喂，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嘿嘿，所谓入乡随俗，我们要变身，变身，嘿，嘿，嘿，哎呦，这干嘛呢？大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大哥！这一天的时间你跑哪儿去了呀，大哥？我找你找的好苦。放开我！不放，打死我也不放！怎么回事，欧云？啊，哎，兄弟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来，你走开！大哥，你说过永远跟我在一起的，这句话你都忘了吗？我可是刻骨铭心呐！不，你别这样，欧云啊，快，别闹好不好？你走开！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呢？我连我大哥身上味道都记得，这就是我大哥。欧云，快！哎，兄弟，别闹了行不行？别闹了！你松开，老子！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嫉妒我跟大哥亲，故意在背后使坏，不让我跟大哥见面？跟哪儿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他知道你是谁，他还认识我。你别演了，大哥！这次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难道他是我的？我真的是变性啊？不是这什么呀？这就是你以前跟班的一个小弟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不让
认识我了。叶波，叶波，帮我打一下，帮我打一下。叶波，老大，千万别跟他说我和叶波在这儿。哦，还有，他问你什么，打死也不要承认。带路保住。什么跟什么呀？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。李欢，真的是你啊，李欢！你这天跑哪去了你？叶波呢？他是跟你一起的吗？小姐，我看你也不像是诈骗团伙的人。你认错人了，我的确叫李欢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叫我小姐？你不认识我啦？峰峰呢？他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对不起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你？切，因为我是大明星芬妮啊，没有人不认识我。你肯定是故意跟我撇清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不需要故意跟你撇清关系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对不起，我有事要先走了，幸会。他明明就是李欢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芬妮小姐，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？感觉我有很多事情要问你。当然可以。其实，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，一个失踪多时的朋友。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失踪呢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我离开这儿1年了，原本这次回国是想和老朋友重聚，可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。遇见了你，你不认识我；见到了他，他却躲着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缘分。如果有缘的话，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对吧？有趣。没什么事情，我去谈工作了。回见。芬妮还没走远呢，我扛不住了。说吧，到底是演的哪出啊？怎么，你也要告诉我，你也不是鳄鱼是吗？不是，芬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早就看出不对劲儿来了，李欢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来呢？但他硬要是不承认，我还真拿他没辙。要是冯峰在这儿，肯定扯皮拉筋，弄到他承认为止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大他失忆了。失忆？他为什么会失忆啊？那个时候，他说他出去办点事情，也没让我跟着。等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火海之中，不省人事了。幸好他没有被大火吞噬，只是头部受到了重创。加上他之前交代过我，不能告诉冯峰、叶波和你，我也就没敢声张。后来
我还去了火海现场，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把他救回来以后，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昏迷了几个月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就不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事情。虽然还有点残留的记忆和习惯，却全然不记得为什么会这样。老大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当时我们怕警方和仇家过来找麻烦，所以我们凡事都低调行事，就连工作上的事情，也是我替老大出面的。我要告诉冯峰，告诉他李欢回来了。哎，芬妮姐，千万不行啊！失忆的事情还是小的，还有更糟糕的。但凡他只要想起过去的事情，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的现象，特别是提到冯峰，就更严重了。衰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去看过医生了吗？我认识很多有名的医生，我可以帮忙联系的。早就看过了，不过所有的医生都查不出病因。不过还好，没有其他不良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保守疗法，不让病情恶化。所以千万不能联系峰峰。大哥好不容易活下来，你也不想看见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吧？那倒是。你有叶波的消息吗？叶波啊，没有啊。我刚才看见他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和我们在一起。哎呀，这一年为了不让老大的病情恶化，尽可能不让他回忆过去，所以过去那些朋友我都没有让他们和他联系。可是我刚才明明就看见他了呀。是吗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那肯定是你眼花了。叶波我好久没见了，啊。不能开门的。你让开！我刚才在里边崩了个屁，特别臭。你让开！我怕熏着你。喂，哎，我在停车场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啊。我还有事儿，下次再聊。啊，你忙。照顾好李欢。哎。我的联系方式从来没有变过，什么时候想见我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来，尝尝我爸做的养生汤。今天晚上呢，3菜1汤，怎么样？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去买。哎，足够了。其实你不用这么忙的，我可以做的。不可以，快坐下。你刚出院，快坐好。来，那。谢谢。太热或是太凉就告诉我。怎么样？正好。谢谢啊。我这几天呢，给你查了一些申诉方面的书，用得到的我都给你做了标记，应该对你很有帮助。我还给你录了音，如果你脖子酸了或者眼睛累了，就用听的。谢谢。难怪看你那么疲劳，还以为你是昨天晚上熬夜做功课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智商180，功课分分钟搞定，剩下的时间看点资料也能长长知识，不用担心。辛苦你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
哎，不用。其实逆向思维一下，你之所以走路的时候会摔倒，是因为你想的太多，导致精神力不集中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承担的东西太多了。作为你的朋友，我能做的不多，但只要是我能做的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你完成。餐厅就交给我吧。你只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放心吧。你先看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先说好啊，我一定做的没你好吃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了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，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李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等一个人。我们不能收留你。那这张支票你拿着，不够再问我们要。100万，大哥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是。我叶波现在是穷，穷得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跟大哥当年的那份情谊。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哥了，我们也有难处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别带上我啊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老大，你呀，我就知道，是你嫉妒我和大哥，你想一个人独占大哥。好，既然你不体谅，那请吧，请出去吧。大哥，我不要离开你。你想起我是我了？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虽然我已经不认识你，但是看到你这么真诚，让我有莫名的亲切感。鳄鱼啊，你最近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，需要有人分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老大。我需要。以前的事情你不想告诉我的，我都可以问叶波呀。不是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出去！别闹了，够了！不要生闷气，以后有事还是你说了算。老大，我说你，我又从一个小小的猕猴桃变成当年那个牛宝宝了，有大床睡了。我只是输在没有在他之前认识。嘴唇抽筋了，干啥呢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吓唬谁呢？既然你真的想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我觉得芬妮也挺关心你的呀。老贺啊，老贺，往事不要再提。当年我还是叶家三少的时候，当然那个时候我很帅，我被迫为了家族的利益，放弃了我的女人。我不敢违抗父命，就只能丢下芬妮。我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有脸去见她？你能不能轻一点啊？电视也关轻一点，老大在睡觉。我就知道跟你这种冷血的人没有什么可讲的。那老大不是早早就睡了吗？那还不是被你累的吗？平时他都睡不着，快困了。你以为这样
就结束了，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。有没有人说过你笑的样子真的很丑啊？真是辜负了本将军这张脸。这是你的福气，我只是在你四肢发达的身体上安上了一颗强于常人的脑袋。好，那本将军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四肢发达。喂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可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你搞清楚。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你，哎呀，将军，什么事啊？哦。您上次吩咐我找寻家业的遗物，已经找到了一本书和这个盒子。打开它。退下吧。是。李欢，咱们老朋友又有机会见面了。我到底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怪人，你的病好了没有啊？我刚找到了几个治疗你皮肤病的秘方，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想与你一起分享。你还记得我的病？反送。当然记得。你忘了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吗？大医生，愿闻其详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。好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，第一种治标方法，用针在脸上刺破无数针孔，刺激肌肤底层快速增生骨胶原，恢复光泽比例肌。第2种，把患者含有抗体的尿液再次注入回体内，促使微弱的细胞复活，增强自然治愈力以及免疫系统。好了，把手拿出来吧。
我的手已经被你扎得手无完肤了。那就换另一只手呗。怎么个再多说个法？简单又无痛的方法就是喝下去。No， 没关系，我还有第3种方法。每到正午时分，太阳最毒最猛烈的时候，赤身裸体的在太阳底下暴晒，让身体吸收至正至阳之气，将身体的毒气全盘逼出。这个倒可以尝试。不过，你是在哪里得到的秘方呢？网上啊。哦，这饭有点饭甜啊。您好，您的菜我来喽，谢谢。请慢用。下课啦。托你的福，现在店里生意都变好了，一到饭点就有客人来。那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想要什么？说吧。要不我晚上做几个你爱吃的小菜，再陪你小酌一下，开心吧？你开心我就开心喽。不过今天客人真的很多，我在想些新颖的 idea， 让你门口大排长龙。怎么个 idea？不会是小鲜肉色诱大妈 Plus 升级版吧？喂，我那是敬业好不好？再说也没那么夸张吧，别听静静瞎说。小鲜肉害羞了。我哪有？服务员，点餐。哎，不跟你说了。吃什么？我要这个红烧肉。蒜蓉西兰花。好的，西兰花。请慢走。请问冯小姐在吗？哦，我就是。怎么了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要再来骚扰我们。还有你那个什么大业主，我呸！有本事让他来找我谈。就算他来，我们也不会屈服。上法庭我们也站得住脚。我知道，您二位千万别生气。我也知道二位的难处，不过这是我大老板亲自吩咐的，我这不也是无能为力吗？无能为力就不要在我这浪费我的时间，请走吧。冯小姐，你耳朵背啊！出去。哦，再见。他们干不了什么的，道理在我们这边。放心吧，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扎了那么多次了，还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找到血管的位置，你看住我吧。你想打退堂鼓啊？我不想，可是，其实我欺骗了你，我还没有毕业。虽然我很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但是就是没有天分，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。嗨，谁说你没有天分的？爱迪生是经过多少次的实验，最后才成功的？你也是，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。只要少上网，多看书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！第一次有人认为我可以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谢谢你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吧。就是你为什么要拉这个帘子啊？是悔过容，还是长了毒瘤，还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？其实你不用介意的，我不会以貌取人的。
别失望了。明天见。他是那个坏人。老大，关于那家店，你再想想吧。给我一个理由，是你办事不力，还是店主难缠？什么店啊？就当我办事不力吧。还要多少钱？到底什么店？我可以帮忙。对方不要钱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要钱？他傻呀？不是不要，是嫌不够多，再加。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。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就是情喽。情？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位到底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店呢？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那个也是啊，手上活都那么多了，还在这闲聊。我还得对付那个难缠的老陈呢，是吧，老哥？可不是嘛。好吧，那就再缓缓吧。哎，老哥，看见没有？我大哥还是听我的。他就那么帅气地拉开了帘子，还有那360度无死角的脸庞，还有那温柔的声音。怎么，很失望吗？还有他那逆天的大长腿。哦，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帅？多少遍了？多少遍了？18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自从那天在医院见到他，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奇妙，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促使着我去帮他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快？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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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跳心脏病快犯了。我说你醒醒吧，我听了18遍，真不知道你激动的点在哪儿。逆向思维一下，人家明明嫌你丑嘛才拉帘子的，你还歪起来了，真是佩服。你提醒了我，逆向思维的话，他说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还拿我跟爱迪生比，而且他还挨了我那么多针，还极力的挽留我，不让我走。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呀？静静，都3个小时了，你快吃饭吧，一会儿晚餐的客人都要来了。真相只有一个。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收了。你看你，怪不得你没谈过恋爱，这恋爱嗅觉也太差了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他对我有好感。疯了，真是疯了。我给你把菜热热吧。他就那么帅气的拉开了帘子。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，那个说累了吧？快吃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只顾着自己说，都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哎，对了，最近店里情况怎么样啊？反正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呗。
快吃吧。喂。这位先生，哎，刘儿，不识嗟来迟，继续走。走。对不起，我们打烊了。来者是客，却把客人拒之门外，不拿顾客当上帝，差评。怪不得你这里没有生意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老板娘今天有事出去了，所以得提前关门。你是干嘛的？我是看店的呀。你老板娘还兼厨师？啊，那不是一有点什么事情就做不了生意了？完全不懂得经营之道，完全是个很差的管理者。您到底有何贵干？这菜色单调，没有特色，怎么能有竞争力？你到底谁啊？找茬的还是管闲事的？我，你们的救世主。我是你们这里的业主，看不过眼你们这样的店还生存下去，影响市场生态，浪费资源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店收回去，将这一带打造成美食王国。我知道你们的租约还没有到期，我愿意付3倍的违约金，帮你们定。Shut up！ 别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。我问你，制作美食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新鲜的食材，美味的调料。错，是情。没有感情的食物打动不了人心，也招揽不了顾客。你那个所谓的美食王国，在你冷血的经营下，一定很快，肯定就被灭了。情，老天给了我忘情的本领，却给了我赚钱的本事。这美食王国不过是我赚钱的工具而已。就如你所说的，一旦灭了，就再另寻生机。小兄弟，别动怒，动动脑。做人呢，不要太较真。我不需要你来说教，出去，出去！我说过我容易忘事，我也不记得我到底是练过武功、跆拳道、拳击，还是什么都练过。告诉你们老板娘，千万别和钱过不去，不要再和我做一些无谓的斗争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就是今天接到电话拐个皇帝的作者扶风。啊，你好。你们这帮人满脑子都是圈圈叉叉，还能想点别的吗？龌龊！龌龊，嘚瑟个啥？就是。什么人呢？萧公狗，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我？那些无良的制作方要把《拐个皇帝》拍成3级片，那是我们的记忆，我却守不住的。还有我们的店，
也快守不住了。我真的是好没用啊！如果你在的话，一定有办法解决。喂，黄辉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？业主到店里去闹事儿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柳儿，母后今天会出来吗？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太后娘娘的肉身，即使她出来了，我们也救不了她。姐姐，那可怎么办？姐姐，怎么办？等等我，姐姐。哎，福少，你去哪儿啊？姐姐，哎，什么姐姐？哎呀，不要添乱了！哎，等等我！还有人和我一样，喜欢在这里吃鸡爪子。唉。还是这里好啊，耳根清净，远离那些小人的喧嚣。哼。吃一个，很好吃的。谢谢谢谢，行行好吧。早点回家吧。天儿冷了，早点回家啊。爸爸，你别丢下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爸爸。怎么回事啊？谁是你爸爸呀？哎呀，快快快，闪开，闪开！爸爸，求你不要打我了，我疼啊！干什么呀你？就是的，怎么这样？当爸爸怎么这样？太不像话了，这个。我跟这个孩子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。爸爸，你看大家都在看呢。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还是拿我寻开心呢？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大哭不走。你看着办吧。爸爸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真的错了。全都给你，都拿走。好人真的不能做，好心没好报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又来一个！你们这是团伙呀！皇上，呸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！老大，世风日下，现在骗子都这么大的规模，诈骗集团呢！滚！给我滚！皇上，父皇，我是人生。太上皇，我是柳儿，柳儿。滚！全都给我滚！招式都不皇，你不能不要皇上啊！老子没钱了！我不要钱，我要父皇！给我闪开！给我滚！父皇，皇上回来！皇太上皇，皇上，你慢点！走走！李欢，上上！皇上，你慢点！皇上，太上皇！快开车！放开！皇上！我交定了。我呀，
一直是你的朋友，只不过你现在不知道罢了。现在不知道，那就是说，我以前知道。这一身打扮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别取笑我行不行？这个月我已经上了10次热搜了。我想有点自己的空间，不想再被狗仔拍到。怎么了？我这身也不至于很差吧？不至于很差，至于非常差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效果也达到了呀。什么效果啊？看起来非常的朴实，就像从乡里刚进城的老奶奶。哎，不过这样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人认出你来的。那这样呢？其实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放轻松，懂得放下。人活得越自在呢，就越能彰显个人的魅力。我还真不相信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怎么了？觉得我有意思？千万不要爱上我。你太自恋了。又害你受伤了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的。别说对不起，只要不是你受伤，我都无所谓。我说过，一切的苦，一切的累，都由我来承担。而你，只要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火辉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谢谢你那么帮我。再坚强的女人，也需要一个肩膀来依靠。而我黄辉，愿意做那个让你依靠，不让你流泪的男人。黄辉，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永远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你知道的，我还在等那个人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你也没有对不起我啊。你对他的感情，我现在完全能体会到。没关系啦，真的没关系。我们都是在等一个人餐厅，等一个人嘛。东阳饭店，在那儿。啊？你说你知道父皇在哪里啊？哎，父上在哪里啊？哎，皇上，你要干嘛？说清楚！哎，父上，哎！由大明星亲自送回家，本人受宠若惊。无论如何，还是非常感谢。一如既往的油嘴滑舌。原来你真的认识我？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啊？但凡他只要想起过去的事情，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现象，特别是提到冯峰，就更严重了。衰老？
快告诉我呀！我们之前是搭档，或者兄妹，还是恋人？难不成我们是闺蜜？闺蜜，很贴切。啊！天哪，天哪！我还是不要知道了，不要知道了。芬妮，拜拜。李欢，这是我能保护你最好的方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冯峰也曾穿越到这里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也可以穿越回去。那冯峰穿越的关键是龙卷风。龙卷风，龙卷风，难道真的可以通过龙卷风进行穿越吗？可是这个鬼地方没有网络，没有度娘，怎么查资料？我们这没有度娘，但是有张娘、王娘、李娘啊！你总算聪明了一回啊！天天吃这个，烦死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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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大事了！哎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我也觉得有点眼熟。这难道是我们熟悉的人吗？你看，被你俩这么一说，搞得我也觉得很眼熟。哎，冯峰，那个芬妮不是你好朋友吗？啊，芬妮是你的好朋友。芬芬，帮我要签名，我要芬妮的签名。那得看我的先情。这个看起来像是真的。哎呀，我的命咋真哭嘞！看什么呢？大哥，你忙？那个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啊，你别看他们乱写啊。哎，这没乱写，就是我呀。这是你？对呀。你们这么多偶遇？不是偶遇啊，他特意送我回来的。特意？他人美心善，对每个人都好，一定是，一定是。去哪儿？啊，我和鳄鱼去律师事务所处理一份合同纠纷。你跟鳄鱼什么时候这么抱团了？鳄鱼特别嘱咐我跟你说，一会儿静静会来给你打针，所以乖乖的，不要乱跑哦。淘气。
这抹脸。11点，医师人静。医师？什么玩意儿？又是这家破店，垂死先一搏呀！稍等一下。请慢用。喂，您好，等一个人餐厅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喂，喂，您好。我要点餐，你们这儿有什么？哦，您是多少人？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人数有不同的套餐，每种套餐特色不一样。家庭套餐的话，一般是6菜1汤。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一样给我来一份。先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套餐是不可以退订的，所以说建议您按照人数点餐。如果您点多了吃不完，那就不好了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厨师会不高兴的。你有完没完？7街恩平号22号，李先生。收到了，谢谢您。奇葩！不，我们接了笔大单。午餐能有多大的单啊？也没多大，就是所有套餐各来一份。备菜呀！走了1天1夜，就来这儿啊？是。想吃草啊？吃。吃什么吃？就狗最大吃啊！你这个疯子，神经病又犯了！我跟皇上当初就不该好气收留你，我跟皇上是来找太后娘娘的，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啊？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？为什么要照顾你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？让我柳儿14岁跟冯昭仪入宫，一步一步向上爬，想着当了贴身宫女，就可以简简单单、幸幸福福的生活。谁知道，昭仪娘娘嗖的一下就失踪了，太上皇也失踪了，太后娘娘还把我当眼中钉。好在有皇上跟我投缘，太后娘娘才收我在身边，本想着就平平安安的过一生，没想到嗖的一下又被风刮到这儿了。我为什么要在这儿？为什么要独自面对这一切？让我想想，女人哭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？哎，我记得父皇就是这么做的。福生，别说话，过去抱他。古代虽然没有度娘，但是人多命贱，可以为我所用啊。
拓跋将军，冉冉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如此劳师动众的挖这么大一个地洞？哎，这可不是地洞，这可是天坑啊！天坑？和你明说也无妨。这莲花山一带磁场异常，配合强大的悬浮动力，就可以通往另外一个世界。通往另外一个世界？迦叶的日记是这么记载，之前的数次穿越都和龙卷风有关，但是我观天象，这龙卷风半年之内可遇不可求啊，所以我就用这个土方法，只要原理一通，我们就可以一通百通，顺利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可是从这里下去，那不应该是地狱吗？哎，这可不是地狱，这可是天堂啊！没有比这更先进、更刺激的地方。天堂？您要升天？拓跋将军，冉冉，不必说了，你只要协助我挖好此坑，事成之后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是，拓跋将军。好了，冉冉，你让他们日夜赶工，务必等到莲花山这一带磁场变化之前，完成我的穿越大计。冉冉遵命。同样是有钱人，这品味比我家那位土豆有品味多了。是这吗？应该是。不会是在开派对吧？难怪点了这么多。哎，给他打电话。没留电话，我给忘了。反正地址对就行。我们进去吧。走。喂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，我很忙的。停！我不想再依附着你过日子了，我要找回我自己的人生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怎么偌大一个房子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有人吗？我们不会是被耍了吧？不至于吧，我又没结怨没结仇的。你一定要把他找到啊！我为了这单生意，我店里门都关了。要是收不到钱，我就赔大发了。走。过去的那几年，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宠物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现在我找回我自己了，我不想你再来纠缠我的生活。我们分头找吧。那要不你在1楼找，我上楼找。好。有人吗？李先生。李先生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有人吗？那我进来了。你谁呀？谁让你来这儿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出去等你啊！给我回来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
为什么会在我家呀？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你起来，给我起来！